小朋友同大朋友，你哋好啊！今日福音講到，耶穌話就好似喺諾厄嗰時代發生嘅事，人子嚟嘅日子都會一樣。嗰時啲人食飲嫁娶，直到諾厄入方舟嗰日，洪水嚟到，全部都被消滅晒。又好似喺羅特個時代，啲人食飲買賣種田起屋，但到羅特離開索多瑪嗰日，火同硫磺由天上降落，將所有人都毀滅。人子顯現嘅日子都會一樣。嗰日喺屋頂嘅人唔好落去攞嘢，喺田裏嘅人都唔好轉頭返屋企。要記住羅特個老婆，凡想保存自己生命嘅會失去生命，凡犧牲自己生命嘅反而會得到生命。我同你哋講，當日有兩個人喺一張床度，一個會被接去，一個會被留低。有兩個女人一齊磨墨，一個會被接去，一個會被留低。門徒問主啊，會喺邊度發生啊？耶穌答：屍首喺邊度，鷹就聚喺嗰度。今日耶穌講嘅呢段經文好似有啲難明同可怕，但其實佢係想我哋警醒同準備好。喺諾厄同羅特嗰時代，啲人生活好似平常一樣，食飯買嘢娶妻嫁人，但冇人諗到天主嘅審判突然嚟到。耶穌提醒我哋唔好以為仲有時間，而係隨時預備好自己嘅心，活得忠實同有愛。因為天主嘅國唔係遙遠嘅將來，而係而家就喺我哋嘅生命入邊。羅特老婆不捨得回頭再睇，代表依依不捨啲錯嘅執着、罪惡嘅習慣，只顧名利、沉迷享樂。耶穌意思係跟主嘅人要向前走，唔好被舊有嘅慣性綁住，否則會錯失真正嘅自由同埋生命。最後一句，屍首喺邊度，鷹就聚喺嗰度，點解咁奇怪？呢句係諺語，意思係先兆會自己出現。當一個地方冇咗生命，好似屍首猛獸，自然聚埋嗰度。同樣，人心一旦遠離天主，失去愛與真理，壞嘅後果自然會出現。唔使人再問喺邊度，我反思一下，我係唔係好忙，忘記咗天主同我一齊行？如果耶穌今日嚟，我準備好迎接佢未？我今日可以做啲乜，令自己更接近天主？主耶穌，求你幫我保持清醒同信心，唔被世間嘅事迷惑，而係每日都懷住愛去生活。俾我記得，真正嘅幸福唔係擁有幾多，而係願意愛你愛人。阿們。